3班1650米，大熱係6啊！好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快閘嘅嘛，12神將中間快喎，響埋邊啊大學生啦，出邊有2隻白衫啊，時時精準啊，暫時墊後仍然係嗰隻有財有勢嚟㗎。好啦，接近對面直路尾呢個600米啦，前面就12神將響內欄，中間呢就時時精準啊，獨角獸外邊啊走咗上去㗎啦，內欄第4大學生，中間第5開心勇區，出邊第6三軍勇將，第7位紅山博望坡，第8位仲有呢隻就唯美主義啊，後邊3隻啦，爭金奪冠、中華英雄同埋有財有勢啊！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啦，透出少少嘅馬呢，中間就時時精準啊，壓咗埋去12神將度，中檔追啦，有獨角獸攝埋邊上，係開心勇區啊，出邊唯美主義追緊啊，最出仲係爭金奪冠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透出嘅嘛係唯美主義啊，時時精準拍住嚟鬥緊，再喺埋邊位置仲係開心勇區，入邊博望坡，出邊爭金奪冠啊，唯美主義，今日結果今晚潘頓都贏翻場咯，跑第2名係時時精準啊！第3名啊嘛，埋邊開心勇區，中間博望坡，外邊呢就係爭金奪冠啊！咁啊真係呢隻馬好夾啊潘頓嘅，亦都養得非常好啊！外邊一衝就過晒，時時精準第2、第3埋邊開心勇區，博望坡度啷嚟啷去，